喺澳門博彩業嘅璀璨星河中，何鴻燊家族無疑係最耀眼嘅存在。作為何鴻燊二房長女，何超瓊嘅人生松咕咕墜地嗰一刻起，就被貼上咗豪門千金嘅標籤。然而，佢並未沉溺於家族嘅光環，反而憑借過人嘅商業天賦同果敢嘅魄力，喺商海嘅浪潮中披荊斬棘，一步步成為何家公認嘅定海神針。如今63歲嘅何超瓊執掌住一個橫跨博彩、航運、地產、蚊類等多個領域嘅千億商業版圖。佢係福布斯認證嘅香港女首富，更係港澳商界舉足輕重嘅領袖人物。喺佢帶領下，何家突破咗傳統博彩業嘅局限，財富喺時代變革中穩步增長，佢亦成為商界傳承嘅典範。2025年7月，一則消息喺港澳商界同娛樂圈引起咗驚濤駭浪。何超瓊旗下嘅美高梅公司向法院提起訴訟，向藝人向座追討140萬港元賭債及年利率18%嘅利息。向座作為向華強之子，同何家本係多年世交。2024年12月1日，佢喺澳門美高梅賭場借款200萬港元兌換籌碼，並約定當日還清。然而，時間一日日過去，向座卻長期拖欠餘款，始終冇履行還款承諾。按常理，豪門之間向來注重情面，好多事情往往喺私下就能解決。但何超瓊卻冇絲毫妥協，佢深知商業規則不容踐踏，信用係商業活動嘅基石。儘管向家同何家有住深厚嘅交情，但喺債務問題上，佢必須堅守原則。呢場賭債風波，讓外界睇到何超瓊喺商業決策上嘅果斷同堅定，佢唔會因為私人關係而放棄對合法權益嘅維護。向座事件嘅餘波仲未完全消散，何超瓊又再次攞起法律武器，開啟咗一場新嘅維權之戰。2025年3月，對於何超瓊嚟講，係一個噩夢嘅開始。騷擾者鄭鵬瑜，呢位喺2015到2018年曾任建銀國際證券持牌代表嘅人，喺2018年因合規問題被香港證監會除牌後，便淡出咗金融圈。佢同何超瓊之間冇任何商業合作、財務糾紛或私人交集。然而，就係咁樣一個人，卻從2025年3月開始，對何超瓊展開咗全方位嘅騷擾。鄭鵬瑜嘅騷擾手段真係無所不用其極，無休止嘅電話同郵件轟炸，好似潮水咁向何超瓊湧嚟，令佢不堪其擾。佢唔單止喺信德集團、美高梅中國嘅辦公室外長期蹲守，好似幽靈咁監視住何超瓊嘅一舉一動，仲非法追蹤佢嘅私人行程，令何超瓊嘅私人空間完全暴露喺佢嘅視線之下。喺網絡上，鄭鵬瑜更加肆意散播虛假誹謗言論，對何超瓊嘅名譽進行惡意攻擊，甚至佢仲進行言語恐嚇，令何超瓊時刻處於緊張同恐懼之中。作為公眾人物同企業掌舵人，何超瓊深知自己嘅一舉一動都備受關注。佢起初選擇咗隱忍，唔願因為私人糾紛而引發輿論風波。佢委託律師向鄭鵬瑜發出正式警告，要求其停止侵擾行為。同時，佢加強咗個人同公司嘅安保措施，調整出行路線，嚴防鄭鵬瑜靠近。喺公司內部，佢亦強化咗信息封控，防止行程洩露。然而，何超瓊嘅退讓並冇換來鄭鵬瑜嘅收斂，相反，鄭鵬瑜變本加厲，騷擾愈發頻繁。佢嘅行為嚴重擾亂咗何超瓊嘅工作節奏同生活安寧。何超瓊每日都要處理千億商業決策，出席各類重要活動，而鄭鵬瑜嘅騷擾就好似一顆定時炸彈，令佢無法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。公司嘅正常運營亦受到咗一定程度嘅影響，員工嘅工作氛圍都變得緊張起嚟。整整12個月，何超瓊一邊喺商海嘅波濤中奮力前行，一邊默默承受住無端騷擾帶嚟嘅精神壓力。佢就好似一位喺暴風雨中獨自航行嘅船長，盡管內心疲憊不堪，但依然堅守住自己嘅崗位。當所有溫和手段都失效，當個人邊界被反覆踐踏，
呢位一向沉穩嘅女強人終於明白，面對毫無底線嘅侵擾，隱隱換唔來尊重，唯有法律先係最有力嘅反擊。2025年3月30日，何超瓊忍無可忍，正式向香港高等法院提交訴狀，對陳鵬瑜提起訴訟。何超瓊嘅訴求清晰而明確。首先，佢申請禁制令，禁止陳鵬瑜靠近本人及信德美高梅辦公室30米範圍內，為自己同公司劃出一條明確嘅安全紅線。呢意味住陳鵬瑜唔可以再似以前咁肆意咁出現喺何超瓊嘅周圍，俾佢帶嚟威脅。其次，佢嚴禁對方以任何方式聯絡自己，徹底切斷騷擾渠道，無論係電話、郵件定係其他通訊方式，陳鵬瑜都唔可以再同何超瓊取得聯絡。第三，佢禁止陳鵬瑜再發表任何誹謗、貶損言論，維護自身名譽。喺網絡時代，名譽對於一個人嚟講至關重要。何超瓊要通過法律手段，令陳鵬瑜為自己嘅誹謗行為付出代價。最後，佢追討精神同名譽損害賠償，為1年嘅侵擾討返公道。呢1年嘅騷擾俾何超瓊帶嚟咗巨大嘅精神痛苦同名譽損失，佢要通過法律途徑獲得應有嘅補償。此次何超瓊直接訴諸高院，而非私下調解，足見佢維權嘅決心。佢要令陳鵬瑜知道，法律係神聖不可侵犯嘅，任何違法侵權行為都將受到制裁。陳鵬瑜作為前金融從業者，本應熟知法律底線，卻知法犯法，呢種行為更唔應被姑息。呢場風波並未打亂何超瓊嘅人生節奏。喺起訴陳鵬瑜之前嘅2026年3月25日，佢仲以全國政協常委、信德集團董事長身份出席咗博鰲亞洲論壇2026年年會。喺花商領袖與華人智庫圓桌會議上，佢發表咗精彩嘅演講。佢暢談15規劃下花商嘅發展機遇，分析全球經濟格局同產業升級方向，言辭從容，思路清晰，盡顯商界領袖風範。何超瓊唔單止喺商業領域取得咗巨大成就，仲持續投身公益與社會事務。佢積極推動港澳與內地嘅交流合作，為促進區域經濟嘅發展貢獻住自己嘅力量。佢助力女性創業與青年發展，為年輕人提供更多嘅機會同平台，鼓勵佢哋勇敢追求自己嘅夢想。佢始終以積極姿態履行社會責任，用自己嘅行動詮釋住一位企業家嘅擔當。於何超瓊嚟講，起訴陳鵬瑜只係人生中嘅一段小插曲。佢既唔會影響佢執掌千億商業帝國嘅格局，亦唔會動搖佢推動家族與社會發展嘅初心。喺商海嘅浪潮中，何超瓊就好似一座屹立不倒嘅燈塔，無論遇到多大嘅風浪，都能夠堅守自己嘅方向，為家族同社會照亮前行嘅道路。如今案件已獲香港高院受理，但尚未排期聆訊。陳鵬瑜亦未作出公開回應，佢就好似一隻縮喺殼裏嘅烏龜，唔敢面對自己嘅違法行為。社會各界都喺關注住呢起案件嘅進展，大家都期待住法律能夠俾出一個公正嘅裁決。呢起案件唔單止關乎何超瓊個人嘅權益，更涉及法律尊嚴同社會秩序。佢向社會傳遞咗一個明確嘅信號，無論你係邊個，無論你有咩背景，只要違反咗法律，就必須承擔相應嘅責任。喺法治社會嘅今日，任何人都唔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。何超瓊嘅法律反擊戰係一場正義與邪惡嘅較量，係一場維護自身權益同社會公平正義嘅戰鬥。我哋相信法律會還佢一個公道，令嗰啲違法侵權者受到應有嘅懲罰。同時，我哋亦希望呢起案件能夠引起更多人嘅反思，令大家更加尊重法律、遵守法律，共同營造一個和諧、穩定、法治嘅社會環境。喺未來嘅日子裏，何超瓊將繼續帶領何家喺商海嘅浪潮中奮勇前行。佢會以更加堅定嘅信念同更加果敢嘅行動，書寫屬於自己嘅輝煌篇章。而呢場法律反擊戰，亦將成為佢人生中嘅一個重要里程碑，見證住佢嘅勇氣同智慧。好啦，以上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
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感謝大家嘅支持。